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爱你。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直到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爸爸，
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拯救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想念小时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何等感恩你是我爸爸。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爱你。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
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请你站起来的时候，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一起来开心的来赞美哦。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开你的口来赞美，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有闪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对不对？来，一起从头来唱。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唱。我是天父的孩子，在他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有闪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的力，有闪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来听大家敬拜声。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有闪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是天父的孩子，哈利路亚！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有闪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有属天的盼望，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一起来这里庆祝父亲节快乐。在神的爱中，我们都是一家人。看着你旁边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
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这时候我们离开你的座位，我们找5个人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去找5个人，然后跟你比较不熟的人，跟他打招呼说谢谢你成为我的一家人。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契合你的生命的奇迹。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喜欢跟你，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牵起旁边的手，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感谢我们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家人，在这里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再一次，你我不孤单，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将掌声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要感谢我们的在地上的家人，其实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在天上的那位天父，能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迦南教会能够聚集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成为一家人。有一滴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不照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感动，有你才发光。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
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在这里，我们一起经历恩典，一起成为彼此的祝福。这首歌也献给在这座位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不计较代价为我停留，有时欢笑，有时会泪流，我知道还有你不会放弃我，彼此真心碎我们不同，彼此鼓励从不分你我，若我的生命是一首歌，有词句，有旋律，有你在唱和。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帮我飞那首好吗？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谢谢你成为我的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是的，尽管我们跌倒了，我们也有一些害怕，但是感谢神，我们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也许在人生的生活当中跟旅途中，我们可能跟家人之间会有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会有一些争吵。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有一位超级爱我们的天父，他保护我们，他用爱围绕着我们，即便我们孤单，即便我们害怕，他都跟着我们。不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不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都同行，不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无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不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你爱为我存在，你爱为我存在，你的爱直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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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再一次告诉我们的天父，天父，我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
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天父我敬拜你。爱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在这敬拜当中，让我们知道，除了在地上的家人给我们温暖，在天上你的阿爸父也给我们满满的温暖。主啊，无论我们到哪里去，你都看顾；无论我们生命经历了什么，在你面前我们满有平安，在你的怀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最娇小的孩子，可以被爱满满的围绕着。主啊，愿刚刚的敬拜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祝福。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青年牧区的恩典。对，那相信大家在教会里面会很常听到我的名字出现在各个地方，没错。那很高兴呢，我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在这个父亲节主日，来向大家分享关于我的父亲。对，那我父亲呢，是一个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父亲会带着孩子去冒险，带着他们去探索这个世界。同时，父亲也需要来保护这些孩子，保护孩子们不受到他们所需要遭受的一些不当的伤害。那更重要的是呢，父亲是每一位孩子在建立价值观路上的一个引路人。那我呢，其实有一位很爱我的父亲。那我父亲呢，将他的工作完全献上给了上帝。那也是总是会记得说，我们每一个家里面每一个人喜欢什么，他都会去预备。那总是在我们需要协助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也不曾因为我们的事情而感到有所疲惫，有去抱怨过这件事情。他是一位这么令人有安全感，然后也爱神的父亲。那我的父亲呢，对我生命中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在我信仰的道路上。我父亲是我信仰道路上的一个榜样。对，那他呢，不单单只是从小带我来教会而已，那更多的是我父亲他其实用他的生命在教导着我，在他的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使我能够去学习他的样子。跟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的父亲曾经呢，他有一个梦想，他很喜欢音响，他也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就去开了一间所谓的家庭音响店。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很红，只是因为我父亲开的时间不合时宜，其实家庭音响渐渐的没落了。对，所以后续的因为生意不起色而收店。那在这个时间呢，我父亲他就只能跟着我阿公去做风管。那做着做着，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了他这边来找他，然后问他说他愿不愿意接他现在这间公司，就是我父亲后来做的伯特利音响工程的公司。对，那其实很高兴上帝能够赐予父亲一个机会，能够让他去依照他的兴趣去为主来做工。但我从小时候呢，其实就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其他人明明就做音响，都好像做的顺风顺水的啊，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家呢，其实一直不见到这个样子。对，我家其实从以前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富有，对，没有像其他人赚钱赚到手软这样子。对，那我就一直都抱持着疑惑。对，但有一天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我妈妈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刚好就聊到爸爸的工作。对，那其实我这时候才了解到说，爸爸是多么爱上帝这一位神。那我爸爸呢，
他很特别，其他人开这种音响工程的公司，他们都会去接大教会，去做他们的大项目，因为那些大项目才赚钱，那些大项目一跑就好几百万，对。但我爸爸不是，我爸爸总是去做这些大教会没有愿意去做，完全没有钱的这些小教会，对。这些小教会呢，每一个都非常的需要。那我爸爸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我爸爸认为说，这些小教会也都是神的教会。如果没有人去服侍他们，那他们怎么去建造？我爸爸认为说，去为这些小教会所做的这些音响工程，是为神来建造殿宇，是为神所做的工。因此呢，他会去做这些小教会的工作之外，甚至有时候也会去做大教会的工程，然后将这里面一部分钱拿来去协助小教会去建立他们音响系统。在我爸爸心里面，就是不论是多小的教会，他只要是上帝的殿宇，他都一样会用心的去协助。然后让每一间小教会能够在他当下所拥有的之下，能够运用到最好的。那其实爸爸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受到许多伤害，因为毕竟教会是由人所组建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带有一些批判，或者带有一些不理解。而我父亲在这一路上其实就受到了多样伤害。那他其实在有些时候做某些教会时，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伤心，对。但我父亲却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我父亲他对这些教会的态度是，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做给神看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做的是为神所做的工，而不是为了要讨好这些人而去做。所以，我父亲他不管这些人，无论他们说了什么，他都依然会将他所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将他所该为神所献上的，去尽力的做到最好。这其实也很影响我后来的信仰的态度。虽然我可能没有像我父亲心里这么的坚强，这么的坚定，对。但他依然是我在这个信仰道路上的一个榜样，他也是让我一直去追逐他的身影。那在后续，我父亲其实也一直都很支持我在教会里面做服事这件事情。对，那从我16岁开始，后续有陆续是在教会做服事的时候，每当我父亲知道说我是要来教会做服事，他都不会担心说我来这边来到几点这件事情。对，其实我在教会里面会待到的时间非常的长，有时候待了一天像8个小时一样，感觉像在上班。对，就是会待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也会来教会做各式各样的事工。对，但我父亲从来都不会担心我这件事情。那我父亲也是一直支持了我，认为说如果我愿意去做，那就尽力的去做。那不论是在我以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任何的没办法骑车、没办法开车的时候，都愿意来接送我来到这边。即使不管那天有多晚，他都愿意这样的支持着我。那后来我在聊天的过程中才发现，其实爸爸他是一位过往的时候是一位跟我一样很热爱在教会里面，然后非常投入、非常用心在神每一项事工。他不论是在带主日学，或者是带夏令营，甚至带任何的敬拜，他都非常投入在里面，甚至很常住在教会里面，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对，那我有一位这样子这么尽心尽力去为主所献上的父亲，其实是非常令我感谢的事情。那虽然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已经被主所接走了，对，回到了主的身边，但我这位父亲对我的影响依然是存在，他依然是我在信仰这条道路上
的开辟者，他的背影一直在这条道路上，使我能够跟随着他，能够去找到正确的道路。在我父亲过世后，其实有许多人跟我讲说，我现在就像我父亲以前年轻的时候的翻版，就是完全的投入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以前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喜欢说我被说跟父亲一样，对，但现在的我认为说这是大家对我最大的称赞，也是大家对我在信仰上面投入最大的一个赞美。对，感谢上帝有给我一位这么爱神的父亲，然后这个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虽然在今年的时候，这个父亲节，我可能没有机会跟爸爸能够面对面的一起度过，但很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用这种方式跟我父亲一起度过这个父亲节。也感谢上帝，让我把他知道说，不只是他一个父亲，也有上帝这个父亲随时随地的在扶持着我。那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段圣经的经文。那这个也是我认为说我父亲一直以来在遵循的一段经文。那这是哥罗西书3章22到24节，里面说：做奴仆的，你们要事事听从世上的主人。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做给主人看，讨他们的喜欢，而是出于真心诚意，因为你们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主做工，不是为人工作。要知道，主会把他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他们。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那希望这段话也能够成为未来大家生活上面的每一件事情的鼓励，能够成为大家的动力。谢谢大家。愿这首诗歌成为祝福。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倾听，宇宙歌唱，思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倾听，宇宙歌唱，思维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
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爱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上次在于你，收取在于你。为你成为祝福。在神的爱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在这个时间，我们也要预备心，预备我们的奉献。奉献呢，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奉献。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尊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爱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上次在于你，收据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心灵，一生为你成为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让我们从儿童、青年到长辈都齐聚一堂，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你，也能够一起欢庆父亲节，数上我们的父亲，还有天父你给我们的爱与恩典，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也当作我们的对你的感恩，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今天来报告哦。我现在报告。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在撒母耳记上24章6节。我们用华语来念哦，我们一起来念。
再念一遍哈。我现在来报告，有关本会的报告。本主日是父亲节的联合礼拜，求主祝福爸爸们都能够成为家里的遮盖，也成为教会的祝福。在这个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再赠送父亲节一份礼物哈。本主日也是青年的服事主日，由青年来牧师来负责礼拜中的服事，愿上帝赐福青年的服事。第二个，在台湾领袖高峰会在桃园佳能场在8月9号礼拜六开课的第一天第一天开课8月9号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17点。报道时间是早上的8点15分，报道地点是在这里332楼。这次的课程，请用那个官方的 LINE 教会的 LINE 去做报道，也就是说你在签到，这样子的话可以方便签到的流程。下个的主日，嘉义的祥和教会。徐玉定牧师以及祥和教会的和弦团，和弦乐团要前来讲道跟演奏。在台语礼拜结束后，会有15分钟的演奏。欢迎各兄姐把握这个机会，难得来听一下免费的一定很精彩。所以请大家期待那个台语礼拜结束后也会有15分钟。再过来是敬拜。三山祷告会8月6号这个礼拜三晚上7点半，三山祷告会是7点半记得三山祷告会的时候都是7点半，其他祷告会都在8点在49号7楼礼拜堂举行三山祷告会，主题是为父亲祷告，邀请兄姐一起来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60周年主题曲创作竞赛人气投票，在今天的中午12点开始，到8月15号的12点结束。投票结果在8月17号礼拜天2个礼拜后了要公布。记得要先加教会的 LINE你才能够成为教会的好友，才能够去做投票。一人只能投1票记得一只手机只能投1票了OK。这个礼拜三的社区讲座8月6号是在礼拜三早上10点半到12点社区讲座，这个是主题是大会人生时代的必修课讲师是洪婉文老师这个地方那像很耸动也是看到就有兴趣来听你也在底下线上听不用跑到教会来 OK。6月24是孝亲主日，6月24个礼拜10点半要举行孝亲主日的活动，邀请你甲厝里的长辈甲囡仔做伙来咱要伫迄个49号1楼公布栏要报名限80个人，所以紧报名报名参加全部有参加迄个活动的会当领一个礼物招你甲我福音大会9月初6拜六9月初6后个月下晡2点到4点伫遮在新堂举办福音茶会招你甲我这礼拜开始会再甲小组长领礼物去邀请贝斯来参加大会
你请甲小组长登记报名，先煞交报名费吼，原底是一个人150块，你带一个best 做伙来什么，是爱交一人交100块吼，报名到8月27截止吼，因为其实是因为要掌握人数、掌握礼物的分数啦，甲迄个物件啦，所以麻烦你交100块安尼。是不是？是啊。生日助学金哦，开始申请2025第二期的生日助学金哦，开始接受申请。要申请的哦，请干事讨迄个申请书，是煞交你的成绩单的影印本，交到干事室的生日助学金的收件卡内面。你9月初7进前，9月7号之前要缴交完毕，生日助学金的申请。第3期的牧养登记会，伫明仔载8月4号晚上19点30分到21点，举行第3次牧养定期会。我们在线上 Google Meet 举行哦，请同工准备心，在7点半的时候准时上线。下个礼拜因为领袖高峰会会使用这个场地，所以青年礼拜暂停。可是青年礼拜暂停了以后，那个小组改成联合小组，联合小组在6点半就要开始，欢迎参加。平安七月节的音乐会我们在2025年的那个。在8月30号下午2点半，在中立的艺术馆举行。那要参加的你可以到那个49号的1楼公布栏那边登记，然后免费索取，一个人是2张票8月30号的音乐会，再来马街来头音乐会，马街来头园宣告的音乐会，定伫10月7日。伫展览中心举行，欢迎兄弟来加入迄个大诗班的行列。练习时间是8月初3、9月14、9月28，伫主日的下晡2点，伫科园教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加入迄个大诗班的行列。好，即马来介绍今仔日的新同学，不是新同学。新朋友啦，新朋友，谢谢。头一个是萧文荣先生萧文荣，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让大家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这唔得相讲的，我袂记起来。第2个萧雅婷，请你起来，请你站起来，让大家来欢迎你。谢谢你，欢迎你继续来参与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再来是姬雅婷，红汤时节喜欢触逼。平安，欢迎你好，再来一个，我们要请牧师来为他祝祷第一次来的新朋友，他是威达跟玉欣的女儿，她叫尹飞，马尼甲出来头前来接受牧师的祝福。我们很高兴教会能够有新生儿那今天以飞他已经满月那他也能够第一次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我要用大家的手，我们举手来为以飞来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赏赐新生命在威达的家庭当中，也赐下可爱宝贝的女儿。愿上帝赐福在以飞的身上，让她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
有神爱他的心，还有众人爱他的心，都能够日渐来增长。也赐福他能够有上帝你的灵的充满，有智慧，有聪明，能够全家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社会，能够生养更多敬虔的儿女，来荣神益人。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次拍手来恭喜祝福维达，恭喜。好，我们有一段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哦，是上个礼拜我们的短宣队到高雄汉语教会，请关灯。好。他是大猪，盖茅草屋；你是种猪，盖小木屋。月亮呼呼，吹到房屋。大猪种猪，快快跑路！我是小猪，盖砖块屋。大猪种猪，来我家住，同心协力，祷告耶稣，三只小猪，靠主耶稣得到帮助，石头丢丢，月亮哭哭，小猪不哭不哭不哭，我带你去信耶稣。靠主耶稣得到帮助，石头丢丢，月亮哭哭，小猪不哭不哭不哭，我带你去信耶稣。他是大猪，盖茅草屋；你是种猪，盖小木屋。月亮呼呼，吹到房屋。大猪种猪，快快跑路！我是小猪，盖砖块屋。大猪种猪，来我家住，同心协力，祷告耶稣，三只小猪，靠主耶稣得到帮助，石头丢丢，月亮哭哭，小猪不哭不哭不哭，我带你去信耶稣。靠主耶稣得到帮助，石头丢丢，月亮哭哭，小猪。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汉民教会张立涵牧师。但是我想要感谢上帝，给阮一个真宝贵的机会，会当为着上帝国来彼此同工。上时也想要感谢陈必志牧师、如三长老以及团队中间隆重的同工。若毋是因听耶稣、听因的性命，也为着其他人的需要受主来呼召，我相信汉民教会无法度来得到这份丰盛的恩典。虽然有一半的同工拢是第一届参与这个宣教的活动，总是伫我心肝头，因拢是上优秀的。伊每一天拢练习到真晚时间，开会来讨论，要怎样来甲整个行程变了更较好势。透早因拢会当准时自集伫一楼来参加早祷，伫整个服侍中间，我感受到因开真济的心思意念来备办即届的服侍。整个营会过程中间，我也感受到圣神的同工，不只是参与的囡仔。因满面拢是笑容，连阮青少年的中间也看见一寡无法度打出因舒适环境的因心内的火焰也受点到。所以请各位兄弟，你毋免烦恼恁遮青少年，因为因已经是会当为着耶稣来征战的一群。相信伫未来的日子更加来磨练以后，
一定会成做基督的精兵，期待咱明年犹原会当有这个机会，会当彼此来服侍，愿咱会当看见上帝国度临在伫咱的中间。以弗所人书安尼讲，因为恁是伊所成做的，受创造伫基督耶稣来行好事，就是上帝大成备办的，要互咱来行伊。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多几拜帕婆啊，好，拍掌来，谢谢这个汉民教会的短宣队哦。要记得开灯呢。我们这些青年啊，在今年的暑假去到了高雄小港，好，那在那边有8天的短宣的服事侍奉，好，那也透过这段短短3分钟，好，加汉民教会张牧师2分钟的介绍，好，来感谢表达迦南教会好弟兄姐妹的参与，好，那也期待好将来有更多年轻人能够到更多的地方来为主做见证，跟你旁边说好，将来有机会到更多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将来有机会到更多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好，这时候我们要来赠送在场的父亲节礼物啊！好，今天是父亲节，那等一下每位父亲呢都会收到教会赠送的礼物。过去教会送礼物呢，有送过雨伞、送过袜子、送过领结、送过刮胡刀，好，送过很多哈。就发现呢，好，什么东西最好？送钱最好，但是教会不能送钱了。好，所以呢，曾几何时，教会已经改成用全联的礼券哦。好，这个全联呢，已经吃遍台湾大街小巷啊，变成我不知道到大全联可不可以用啊？应该是可以吧。好，所以各位父亲们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消费啊。好，但是父亲会收到这个礼券，只有300块啊，但是呢，我去一次要花3000块啊，剩下的2700块呢，就是父亲节，你就是要父亲，啊，就是要把剩下的钱来付清。你收到礼券上面呢，会有一段圣经节，好，这段圣经节好是牧师要给每位父亲的祝福，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女必因他欢喜。好，义人的父亲必大得什么？一个父亲生的智慧儿女，人必因他怎么样？欢喜。好，所以祝福父亲节快乐有欢喜。我们请在场的父亲们，好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接受众人英雄式的热烈的掌声。来，请把电灯都打开啊，电灯都打开。好，各位爸爸们，电灯请全开，电灯。好，没有来个音乐哦。好，我们再次用掌声不断，好来把这个教会的祝福，哇，今天这个父亲哦，应该有超过100位父亲哦。好，请跟牧师说一次哦，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女，必因他欢喜。好，我们再次祝父亲节们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好，掌声鼓励。好，请坐。好，接下来带来一首非常开心快乐的歌，叫《是耶稣的名》，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帮我拍个手好吗？好，我们先唱一次哦，当我赞美时，当我赞美时，仇敌就四散；当我敬拜时，我的眼目光明；当我祷告时，我倾力全柄；当我举手时，能力大大充满。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见他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小朋友们都已经来跳
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前面的小朋友们一起来动作，好不好？当我赞美时，仇敌就四散；当我敬拜时，那里将度光明。当我祷告时，我尽你权柄；当我举手时，能力大大充满。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我要向你，我要向你来歌唱，因你永恒恩待我，我依靠你的慈爱，因你的救恩快乐。是耶稣的名，满有能力，是耶稣的名，是耶稣的名，我们全然胜利。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再大声喊一遍：耶稣，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再一次，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一起来，是耶稣，谁践踏仇敌？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你。是耶稣，是耶稣。在台上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谢谢台上的小朋友们，好可爱。咱们举起耶稣的名，黑暗就过去了，然后软弱也会变成刚强。我们能够刚强站立，充满希望，不单只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与保护。有耶稣，我们就已经得胜了。阿们吗？阿们。那天，扫罗刚打完一场仗，回来的路上，有人告诉他，大卫现在就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一听，马上挑了3000个以色列的精兵，要去抓大卫和他的人。他们走到野羊磐石附近，路边有个羊圈和一个洞。扫罗突然想上大号，就一个人走进洞里，想方便一下。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喘口气了。这个旷野真的不是人待的，谁想到做了王还要自己找厕所。但他不知道，大卫和他的人早就藏在那个洞的深处，静静地看着他。就是现在，主曾经说过，他会把我的仇敌交在我手上，让我随意处理。他现在就在我眼前，只要我出手。大卫就这样悄悄地靠近，动作轻到几乎无声，拿刀割下一小块扫罗的袍角，然后他停了下来，神情复杂。他动了手，但不是去杀害扫罗。他割下扫罗的衣角之后，心里却很难受。不行，我不能伤害他。扫罗是主亲自膏立的王，是他拣选的。就算他追杀我，我也不能伤害他。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大卫转过头去，压住了那些跃跃欲试的跟随者，不让他们动手。他宁愿放过这个报仇的机会，
也要尊重神的心意。扫罗没发现什么异样，走出洞穴，继续他的路。有时候，真正的勇敢不是拔剑报仇，而是放下那把剑，选择敬畏。在那个洞里，大卫没有成为杀手，反而更像一位未来的君王。我们给为我们来读经的这3位青年，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啊，再次要来祝福每一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好，跟你旁边的爸爸们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相信透过今天恩典在这里的见证分享，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父亲跟他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在几年前，牧师在台中磐体教会服事的时候，台中磐体教会呢有一群爸爸们，他们都是被上帝所改变的一群爸爸。这群爸爸们呢，他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他们去上了爸爸学校。这个口号呢叫做“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哎，我的字幕不见了，好，可以帮我来秀一下吗？跟我说一次，爸爸活过来，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家就活了。好，说3次，来，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阿们。这些爸爸呢，台语以前都叫做灰驴啊，他们呢以前都是呢，不能说吃喝嫖赌，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因为在外面打拼工作，然后呢都没有时间在家里面照顾。然后，所以他们跟太太的关系也不好，跟孩子的关系也很不好，所以孩子也很不想看到爸爸，老婆也不想看到老公。但是当他们去参加这个爸爸学校之后，就这一句话，每次上课一定要呼口号：爸爸活过来，爸爸活过来，爸爸活过来。哇，这个爸爸就发现我必须要活过来。好，他发现他的人生过去呢醉生梦死，所以这群爸爸们呢重新站起来，重新振作，为家庭来付出。根据行为学家学者的调查，许多父亲因为缺席的父亲对孩子的一生影响重大。他们去研究这些参加帮派的青少年或是不良分子。为什么这些孩子会去参加帮派？不是因为他们家里面没有钱，反而很多参加帮派都是怎么样？富二代，都开着宾士，然后呢 C300， 然后呢都是8+9，这个呢哇都可以开着宾士满街跑。这些其实他们不是家里面没有钱，是家里面很有钱，但是父亲怎么样？忙着赚钱，在外面没有时间陪孩子。父母亲没有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孩子呢，他就会去寻找其他的人，寻找其他人的关心哦。所以爸爸呢，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大。爸爸对儿子的影响最大在哪里？一个儿子好，将来他要怎么样成为父亲，或是对儿子来说，什么才是男子汉？台语安怎讲？男子汉有一首歌安怎唱？男子汉，好，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可是呢，这个孩子呢，对一个儿子来说，他要成为一个男子汉，他要向谁来学习？爸爸。但是爸爸缺席了，他就只好向别人来学习。而女儿呢，爸爸对女儿的影响重不重要？重要啊！一个女儿，她要跟异性相处。要跟一个男生好，怎么样能说话，怎么样互动，要从跟谁开始？爸爸。但是爸爸呢，如果不会跟女儿互动，爸爸跟女儿的关系如果没有建立好，这个女儿她就会去外面找别的男生来建立关系，来建立互动啊。所以有一句话说，父亲是男孩模仿的对象，是女孩依赖的港湾哦。成为父亲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是你儿子学习的榜样，是你女儿一辈子。好，刚才好这个有这个新生儿来到这边，好，这个新生儿好，他一出生来到这世界上，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对他一生的影响好非常的重要。所以爸爸是一个神圣的，这个好像不太能用。好，父亲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好，请跟牧师说一次，父亲是神圣的呼召。父亲是上帝的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受膏者的意思，好，就是用上帝用膏油来膏抹他。所以在圣经当中有3种的受膏者。好，第一个是先知。第二个呢是祭司，第三个呢君王。所以台语好，受膏者台语怎么说？哎呀，大家的台语不错，受抹油的，好，讲一盖，受抹油的，就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抹油膏在他的头上身上，叫做受膏者。而这个受膏者呢，在希伯来文好叫做弥赛亚，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到希腊文呢，受膏者叫做什么？基督，基督，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好，所以耶稣意思就是拯救，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上帝所派来的受膏者，上帝所抹油、所抹油的。而父亲呢，也是一样，是一位上帝的受膏者。要扮演先知，要扮演祭司，要扮演君王的角色，你同意吗？父亲为什么成为一位像先知一样的受膏者呢？父亲他成为先知，就是为了要避免孩子来走错路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偷家里的爸爸妈妈的零用钱？现在都很诚实，小时候被抓到绝对说没有。在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送我去参加跆拳道，好，所以我们去上跆拳道的时候呢，要走一条路很长的路哦。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我是白带，好，那一个学长是红带，红带厉不厉害？哦，很厉害啊！好，所以这个学长呢，好就跟着他一起走路去上课。那走路上课的时候呢，经过一家面包店，哈，那个面包店都是在骑楼，那他们都把他的面包推到外面的骑楼来。所以呢，这个学长呢走在我们的前面，结果呢就突然看这学长这样转身一下，好，然后又回来，我看不清楚在做什么，我完全没有看到。可是离开这个面包店之后，发现学长的手上怎么样？多了一个面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偷东西，好，印象很深。好，那时候国小的样子。后来呢，我的同学，好，长大之后，同学好有几个转学生转来我们班上，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以前他们学校呢，好这个福利社可以几点的时候就没有人，然后呢就可以从哪个窗户打开就可以进去，然后呢他就带着我好跟着他好真的就跑去那个学校，好不是我们学校，跑去那个学校，好就进去福利社，哇大开眼界。我也忘记那一天到底有没有偷什么东西，好，但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结果一回身，然后呢，二回熟，好，二回熟，好，那所以呢，牧师一开始呢，好，不能说不是牧师，好，我就开始有跟着朋友好偷东西的习惯，偷东西的习惯，但是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后来有一次，我爸知道了，哦，他非常的生气，好，是因为警察来告诉他，好，你的儿子偷东西。回到家之后，我爸，你给我跪，好，然后就要跪在客厅，好，然后呢，他虽然从小打修理很多，可是我从来没有看他这么凶啊。他就说，阮家没在出贼偷的呀，好，我们家没有在出贼的啊，叫我跪在那边，好，然后修理我。就从那一次被我爸修理之后，敢不敢再偷东西？好，不敢再偷东西，好，因为有一个受膏者，有一个先知。避免孩子走错路啊！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看到扫罗他的爸爸叫做基士，我们不晓得扫罗的爸爸对这个儿子的管教如何，但是扫罗他还有属灵的导师叫做什么耳？撒母耳他对儿子管教的好不好？好，如果你有参加共读就知道，其实他教2个儿子也不是很成功，所以他对扫罗呢虽然是先知的角色。
但是呢，他却没有避免扫罗走错路。甚至撒母耳前面还有一个老师，一个祭司叫做什么以利，他2个儿子怎么样？就是所谓的挥雷啊，好，所谓的败类啊，好，一边在台上献祭，一边呢就把人家收到的奉献直接塞到自己的口袋，甚至呢还在圣殿会幕的门口，好，跟这些女生发生关系，乱交女朋友，乱搞男女的关系啊。父亲是一位受膏者，要成为先知，要避免孩子走错路。跟你旁边人说，父亲要避免孩子走错路。在去年的父亲节，我们刚好牧师也讲到大卫，因为我们读历代志上，去年的父亲节讲到大卫，成为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父亲的榜样。因为大卫把上帝家里的事当作自己家里的事，也让下一代就是所罗门能够做天父的儿女，不离开上帝。而大卫也在下一代意象当中帮助所罗门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大卫为所罗门来预备这些要建造圣殿的金银财宝，还有这些的香柏木。而大卫也不断的成为一个父亲，不断的做工，直到下一代能够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在即便上帝向所罗门来显现，父亲要成为先知，父亲要成为什么祭司。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献祭。好，今天来说就是什么？做礼拜，然后还要怎样？奉献。身为父亲呢，好，就是要透过敬拜奉献来帮助孩子来敬拜神。但是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祭司是要代表人来见上帝，但是他另外一个工作是要代表神来见谁？见人。所以不是在骂人，是要来见这些人民这样子。所以他要来带来上帝的什么祝福？祭司的工作呢，是要来为百姓来祝福啊。所以父亲好是为子女祷告的最佳人选。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想请爸爸妈妈祷告，你会希望听到妈妈的祷告，还是希望听到爸爸的祷告？好，爸爸，好，对，这个师弟马上指他的爸爸。好，他希望听到的是爸爸的祷告。在刚才我们看到短宣队的影片，好，上礼拜，好，这个我的大女儿允洁，好，其实3个小孩都去参加短宣队。好，但是呢，去之前呢，我一直告诉允洁，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去？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短宣队的那个礼拜天，好，第8天你就要回来考试，然后在第10天你就要参加很重要的考试。这个考试呢，就是你现在是高2，好，高3就要申请学测，你就要申请学校。如果这个考试你没有好好准备，你会怎么样？你会考不好啊，到时候你会后悔啊。所以我也跟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去？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回答我，他当然就照去了，就去了。然后短宣队我们也去，好，其实我们去看我们的学生，一方面也是要把他给他带回来，好，你再不回来，你要考试了，所以就把他押回来，你一定要跟我们回来。他还说，我可以明天自己坐车回去，说不行，你要跟我们回家这样子，好，你要回来念书。可是回来也都在睡觉，也没有在念书。但是呢，到了要考试的前一天，就是礼拜天要考试，礼拜6呢，他突然看到妈妈，一看到妈妈就吐了。不是妈妈长得很难看，也不是妈妈打扮得太漂亮，是他可能肠胃炎，一看到妈妈就吐了，吐了满地都是。这个妈妈说完蛋了，好，明天呢要考试，好，要不要去看医生？好，怎么样？好，那我们就，然后妈妈讲了一句话：爸爸，你要不要为他祷告？要不要？我有没有为他祷告？有没有？允洁有没有？有，没有啦。那一天我没有为他祷告，他躺在床上很虚弱。好，但是我是坐在他的床旁边，默默的为他祷告。好，那希望他可以好起来。隔天他就真的去考试。好，但是更重要的是礼拜2，因为他参加一个考试叫做什么雅思。你知道雅思的报名费要多少钱呢？7700块。报一个雅思要7700块。然后说你这个肚子不舒服你要不要考虑要不要那个取消或是延期？他说取消要收手续费15%的手续费，算一算我要收手续费要1000多块，还是去考，而且他这次没有考，后面就没有机会。所以前一天因为要去国父纪念馆去台北忠孝东路考试，所以前天就先算那个车程。
大概看一看40几分钟，抓50分钟，好，开车时间，好，但是这个礼拜二怎么样？下大雨，好，还记得吗？礼拜一晚上还打雷啊，闪电，礼拜二呢，教会门口都淹水了，好，所以那一天呢，共读完，好，然后赶快，而且那一天的共读的经文还特别的长啊，好，特别的长，好，所以已经想要快了，好，但是没办法，所以呢，要出门的时候，好，再上车一看 Google， 好，本来是50分钟，现在变100分钟，好，所以呢，他9点就要开始考试，然后 Google 说你们9点10分才会到。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好，都还没有去考试，好，这个非常重要考试，所以呢，你现在只能够怎么办？闯红灯，飙车，然后呢插队，好，然后按喇叭，好，现在有重要的事情，或是打电话叫警察。但是呢，好，但是呢，又发现允杰他没有很紧张，好，但是呢，因为在这几天共读当中读到了大卫。让我思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这么爱大卫？上帝这么要祝福大卫？好，他的世世代代。好，因为呢，大卫他是什么支派？犹大支派。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犹大，赞美，没有错。犹大的名字就叫做赞美，所以你会把你的儿子的名字取名叫做陈赞美、赖俄勒。啊，你会把你的儿子的孩子的名字取名叫做赞美，但是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所以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让我思想很久啊。所以那天好非常的急，但是我也在思想说，能不能用赞美的方式？好，虽然这个时候好出门好真的是来不及，而且我还看一下骑摩托车58分钟，开车100分钟，要不要骑摩托车？但是那天下雨，要骑到国父纪念馆呢，哦，所以呢还是硬着头皮开车。可是呢，因为让我思想到说，上帝透过赞美让大卫蒙福啊，所以呢在路上，好就心中默默对上帝说：“上帝啊，我赞美你。好，虽然今天下大雨，虽然今天女儿要去考试，好考大学重要考试，好要迟到了，但是我还是赞美你。所以那一天牧师有没有闯红灯？”有没有去按人家的喇叭？有没有去插人家的队？有。那一天呢，本来想做的，通通都没有做，然后都拿来做什么？通通都拿来赞美。好，所以呢，允杰在旁边睡觉，我在前面开车，心中不断的赞美赞美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结果很奇妙的，那一天允杰没有迟到。好，他9点考试，他8点40分就到了，完全没有超速哦，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按喇叭，所以那天他下车的时候呢，还很轻松，就这样子慢慢的很潇洒的走进去啊。不过那天考试回来之后，问他说：“啊，允杰，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会不会很难？好，你觉得会不会很难？”他说很难。好，说没关系，就交给上帝。哦，对了，还有这个重点，下车前呢，好，快到的时候呢，在车上带女儿做祷告。祷告的内容就是为他祝福，像是一个祭司一样为他祝福。虽然我知道他根本都没有在准备，偷偷去参加短宣队，回来就睡觉，睡觉就开始吐，吐完之后呢，都没有在念书，有啦，还是有念书啦，但是还是要硬着头皮为他来祝福啊。所以呢，这个雅思的成绩单很快就收到，他好像当天考试，隔天就看到成绩啊。结果考出来比他还想象的还要好，好，他得到了8分啊，好8分，好，所以如果你有去参加雅思，那个网红去参加的都是7分啊，好，他就拿到了8分，好，所以哈利路亚，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哦。不过呢，也不代表他可以上大学，好啊，还是要继续的努力。一个父亲，你要成为祭司，就是要为你的儿女来祝福。不要吝于为你的儿女祝福。很多的爸爸都会看到孩子就想要怎么样骂，还有呢念，还有呢再念，好，所以像我儿子看到我就怎样，赶快躲起来，因为我会念他，你今天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做什么，会一直念。可是呢，爸爸，好，你是一位祭司，你要为你的儿子来祝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要为你的孩子来祝福。因为祭司，好，你要就是因为为你的孩子祝福，好，就能够把它奉献给上帝。如果你不为你的孩子来祝福，谁会为你的孩子来祝福？好，
如果有牧师，好，有主日学的老师，有教会的长老，可是我们要透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啊，来为我们的儿女来祝福。第三，父亲，上帝呼召每位父亲要成为君王，要成为领袖，因为你的孩子不能够跟错人在几个礼拜前，好，这个台湾好有这个大罢免，好，那我看我们的家阿公，好，我的爸爸，我还有我的儿子，好，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讨论？完全不讨论，好，因为呢，我的爸爸跟我的儿子呢，好，3个呢是3种颜色，3种颜色，这样你们懂吗？好，懂，好不用去猜哪个颜色，好。但是呢，好，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会让父子3代关系变好还是变不好？好，可不可以讲这个事情？讲了会怎么样？吵架就会怎么样？就会断绝关系。好，以前呢，这个台湾选举曾经蓝绿对决的时候，好，这个家里面新闻报很多啊，好，这个家里面为了这个政治的立场呢，好，然后就撕破脸，好，甚至还要断绝关系啊。这是谁的诡计？谁最高兴？对，你们都很聪明。好，当一个父亲跟一个孩子好变成仇人，为了政治，为了其他好的事情，好能够反目成仇，魔鬼撒旦最高兴最高兴。而上帝呢，好要让一位父亲好，就是要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后面那句话呢，儿女的心要怎么样？转向父亲。即便有时候在人生的很多处事上面，孩子跟父亲或是跟上一代的观点、想法、做法不一样，但是呢，父亲要怎么样把你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呢要怎样把你的心能够来转向父亲，这是一个父亲成为一个受膏者、受外游的，非常的重要。扫罗他因为匆忙的献祭撒母耳叫他等了7天，撒母耳没有来，所以扫罗就冒充祭司献祭，结果他是不合法的献祭，就被撒母耳念了一顿。但是扫罗更糟糕的是，他呢成为一位君王，他应该要去出征，应该去灭亚玛力人，可是扫罗却没有，还私留了几分，不听上帝的话。这件事情让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而扫罗他的心没有转向天父，反而他的心是怎样？继续的远离天父，会让你想到伊甸园里面的什么当跟什么蛙，小叮当，好，不是，亚当跟夏娃。当亚当、夏娃上帝的儿女犯错的时候，他的心有没有转向父亲？虽然被爸爸骂了，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越来越害怕。在这里，除了对父亲说，好，牧师要对每一位做父亲的儿女来说，有时候你的父亲，好，你的母亲、爸爸妈妈念你、说你、跟你说教是怎么样？是因为爱你，是因为怎么样？为你好，希望你更好，不希望你走错路，也不希望你拜错神，也不希望你跟错人。但是因为这样，心没有转向父亲，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以至于2个应该关系要非常密切的亲子关系，却变成了疏远，变成了冷淡。要记得，撒旦、仇敌、魔鬼最高兴，所以你要起来成为那位堵住破口的人，不要让因为纷争、恼怒、计较、埋怨，造成父亲跟孩子之间关系的断绝。父亲被上帝呼召成为君王，就是要成为一位领袖。什么是一位成功的领袖？成功的领袖就是能够帮助人成为更好的领袖。好，所以说一次，什么是成功的领袖？帮助人，然后呢，成为更好的领袖。如果只有我成功，别人都失败，这个就是这个欧北龙君他说：“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哈哈哈哈哈！有没有看过？你们都没有看过布袋戏？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台词。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
好，所以欧北龙君就是欧北来，好，他最后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只有那个温州大儒家苏养文，好，他怎么说呢？好，他能够去帮助人，能够去造就人，让别人跟他一样的成功，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所以父亲，你要常常对你的孩子说一句话：孩子，我要你比我怎么样？更好，更优秀。好，在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说，云奇，你比你爸很聪明，因为我在这个年纪，我都不敢乱讲话，你都敢跟我乱讲话，我跟你讲一句，你给我讲3句，我在我爸面前，他说1，就是没有2了，就是这样，就是句点。我跟你说1，你跟我说5、6、7，但是呢，我也告诉他，我还是希望你。好，你要能够比爸爸更成功，比爸爸更优秀。所以爸爸有没有责任？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什么叫做优秀，你要向你的孩子来证明什么叫做成功啊。好，其实很多人对牧师的肯定啊，牧师你很勤劳啊，牧师你很能干啊，牧师你很会做事情啊。好，其实你看到我大概就可以看到我的爸爸。好，因为小时候看我的爸爸，好，记得有一次也是台风过后，我爸在整理楼上楼顶。然后那时候我很小，然后我爸就蹲在那边包那个石头，因为我爸去捡石头回来，搬到5楼去，然后他就在搬，然后我妈就站在我旁边，然后看着我爸的背影，说恁爸就good的，说我爸很努力。这一句话呢，就是在我的脑海中啊，我的爸爸就是一个很good的爸爸这样子。而每一位父亲，你也可以回想你的父亲，他有没有什么影响你？刚才恩典在这边的分享。我觉得你为他的爸爸感到开心还是难过？他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刚好像忘记介绍了。敏和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但是虽然他很年轻，才50出头就被上帝接回去，但是呢，上帝要透过他的子女，还有对他子女的影响，我相信也能够继续让我们看到敏和今天一样在我们的教会继续在服侍神，在服侍上帝。阿们。所以一位受膏者，是要成为天父中心的仆人。所以父亲，你要成为先知，要怎么样？教导你的子女不迷失。父亲，你要成为家中的祭司，要怎么样？祈祷你的子女不迷乱。父亲，你要成为一位领袖，成为君王，你要怎么样？领导你的子女不迷惘。父亲，你要教导，你要祈祷，你要领导。好，把这3个导大家说一次：教导、祈祷、领导。或许你的爸爸还不是基督徒，或许你的爸爸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机会来到教会，但是每位父亲，你都是上帝受膏者，都是上帝用恩膏膏抹在你的头上。也或许你还没有成为父亲。你现在还是一个单身或刚刚结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你要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父亲来祷告。当你的父亲、爸爸活了，家就怎么样？当爸爸活了，家就活了。对，所以你要回去跟你的爸爸说：“爸爸，你今天活了没有？”他说：“我每天都活着啊。”活了就是要教导，就是要祈祷，就是要领导。我的爸爸给我一个很棒的影响，就是我的爸爸不抽烟。我的阿公很爱抽烟，小时候看我的阿公抽烟，我的阿伯抽烟，连我的姑姑也会抽烟。可是我的爸爸，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抽烟。还有我的爸爸，也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他从来没有说过3字经。从来虽然会骂我，会打我，可是会打小孩，可是他从来没有骂过用3字经来骂人，从来没有。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我有没有抽过烟？有没有？有。抽我阿公的烟。有一次我阿公把烟留在桌上，我就给他拿来，那时候更小，拿来抽。吸了口气，就只有1次，从来就没有再抽过烟了。我有没有说过3字经？
有当兵的时候，比讲道还会说。不过呢，后来因为读了神学院，还好我妈把我押去神学院，所以到了神学院，这个都很难改。这个我知道抽烟要戒烟很难，你要改三字经，改这些粗口很难。但是呢，你也需要有一个榜样，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们要祷告，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父亲，无论他所做的一切，你要知道，他也是人，跟你跟我一样，他的软弱也会成为你的软弱，我的软弱。但是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靠主刚强。让我们接下来用这首诗歌，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也只有这首诗歌来谢谢我们的父亲，无论他在你身边，在天上，在哪边，都用这首诗歌谢谢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的爱。有一滴树林把我缠住，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太阳普照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感动，有你才发光。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圣经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今天除了父亲节主日之外呢，我们也是青年的服事主日。那这个时候邀请所有的青年牧区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台上，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大合唱，唱给在迦南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邀请大家，如果你有手机，可以拿出来，打开你的闪光灯。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不计较代价，为我停留，有时欢笑，有时会泪流，我知道还有你不会放弃我，彼此真心碎，我们不同，彼此鼓励，从不分离我。若我的生命是一首歌，有词句，有旋律，有你在唱歌。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
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大家一起起立。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谢谢你成为我的家，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有恩典有神迹在爱里，我们一同经历。是的，天父上帝，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我们要为生我们的父亲、养我们的父亲、教导我们的父亲，还有带领我们信主的父亲来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你透过这些父亲们，让我们来认识天父的爱。虽然我们的父亲不是完全，虽然我们的父亲不是完美，但是父亲的爱是从天而来。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每一位父亲和儿女的关系，父亲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也能够转向父亲。不论我们的父亲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愿我们的心，每一位做儿女的心中，都深深的来想念他，感谢他，也祝福他。主啊，也要为我们下一代的父亲，还没有成为父亲的弟兄们，来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求你透过每位父亲的榜样，或是属灵父亲的勇敢，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让他们知道要继续征战那美好的征战。虽然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引诱，虽然有许许多多的人透过网络、透过 IG、透过抖音在影响我们的孩子，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夺回做父亲的权柄，能够成为父亲的榜样，成为母亲的榜样，能够为我们的儿女来为他们来祝福，让我们教导儿女来为儿女祈祷，也能够领导他们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每位做父亲以及做儿女的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用开场给每位父亲一个鼓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一下呢，我们在离开的时候要记得看到每一个朋友，就要说很高兴跟你成为一家人哦。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希望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好喜欢与
爸说，好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好喜欢跟爸爸在一起。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祝各位父亲节快乐。